清华大学今仔颁发英语讲座教授，予来自日本的学者小笠原新信教授。小笠原教授伊真侪届，拢真准来预测咱台湾大选的结果。伊讲伊真欢喜来真做清华人，未来继续留伫台湾来观察台湾的政治。今仔日伫即个所在，会使互大家我感觉非常欢喜。 演讲一开始，先用台语甲大家拍招呼。来自日本的小笠原教授，过去研究台湾政治约30年，万不一摆正确预测台湾选举结果。今年清华大学特别邀请伊来上课，针对台湾政治参选举议题开课，连袂紧未少学生小齐报名。会先提供他的 PPT， 然后是一个很精美的，然后很有系统性的逻辑，然后介绍他的方法论，然后还有他在地方派系的研究，还有也会提供台湾相关的文献，然后关于台湾的地方政治和基层选举。老师他过去在云林在一些地方派系的研究上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跟地方。 过去有比较可能有江湖气味的这些地方政治人物去互动的时候，其实让同学们其实觉得蛮新奇的。小笠原教授几礼拜正确预测台湾的选情，所以有一个封号或者选举之神。小笠原讲，伊真欢喜有机会来台湾教册，而且台湾学生上课拢真认真。面对目前两岸方面相关议题，教授也提出家己的看法。5月的赖清德就职演讲。 他明确说，他是继承蔡英文总统的危急现状的路线，这个是让日本、美国原来担心赖总统的方向的人啊是放心的。习近平方面呢，当然是想要改变现状，但是不至于台湾说台湾要维持中华民国的体制的时候。 那不至于马上来用武力来攻击台湾，这个是我们深入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或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学者来说，是几率是比较少的。 清华大学校长高桂元讲，过去台湾伫民主化过程中，有真侪人流汗、流目屎，甚至付出宝贵的性命。未来希望透过小笠原教授对台湾政治观察，帮助学生更加了解民主的重要性，提供学生更加开阔的世界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